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1月13日，神选之王，简介天国项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RPG， 我们来祷告。天国又好比渔网撒在湖里，捕捉各样的鱼类，网一满，渔夫把它拉上来，坐在岸上，把鱼儿分开，捡好的放在桶里，坏的扔掉。有一位领袖专门在做管理，本身也是一位牧师，约翰麦斯威尔，他这样说道：我潜力的终点是神空间的起点。这句话我非常的受用哦。这句话其实也让很多所谓的人生的胜利组的人，他们发现，哇，原来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这一位，我看不见的，但我愿意相信吗？如果相信的，就会成为天国子民；如果不相信的，那么就可惜了。因为今天耶稣也要来告诉那个时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凭良心讲比我们更困难，即便他们跟耶稣是第一手的经验，但可是不一定能够明白耶稣。因为前天我们也讲，在当时候人受到那个限制，就会觉得我们以前不是都是这样子被教导过来的吗？今天怎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天国是什么天国不就是这个在律法书中我们只要遵行就可以吗？我们看到前几天我们知道的那个冲突，就知道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来好好看看今天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如果是天国的子民那么有几个比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而这个撒种的比喻是用人的心，用土。我有一个好土，我不同的好的就是好的福音掉在不同的土里面，那么结果就不一样在路旁的不明白，土浅的就是那个患难来了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土里面。荆棘来了，这个福音好的种子，好的这个福音却被这个思虑钱财也排挤掉，所以好的种子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好的土壤里面，顺利的发芽成长，结实累累。那么接下来这个耶稣做的比喻，他是天国像什么呢？他用稗子，就耶稣所撒的是天国的种子，但是魔鬼撒的是那个恶者之子我们即便有好的土，但我们没有办法限制除了耶稣以外对我们撒种，也就是比喻我们在这世上听到很多的言论，甚至于在圣经的解读都会不一样，因为人不完全，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灵神的话，神的灵。那么在经文里面说，这个麦子跟稗子都会同时存在，但最后的决定其实也是属天国，他最后要决定的。从哪里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神的种子，我们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像芥菜种像面酵一样，那么我们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一发现有了这个好的宝贝，我们其他的就看为粪土，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就会将我们这一生投注在让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来发挥影响力，我们也发挥那个影响力。所以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天国就像什么，就像什么，这个比喻要来说给愿意听的，能够听的，能够领悟出来的。而那些没有办法听的，没有办法领悟的，就像我们今天的 RPG， 我们的金句一样哦。我们要非常来谨慎，我们要知道神的福音要给每一个人，因为神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个沉沦。但天国好比是渔网撒在这个湖里，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即便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基督徒，但神透过天地之间大自然的启示，而神启示他自己，那愿意相信跟不愿意相信，最后是有一个结局的哦。金句里面说，捕了各种的鱼类，网一满，渔夫把它拉上来，坐在岸边，会把鱼儿分开，好的放在桶子里，坏的就扔掉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天国像什么？天国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这个福音，就是这一位主是神选之王，我们愿意尊崇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主宰。主宰就是主，我愿意俯服，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成为你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里面的国法，天国子民应该要什么样子，那个责任、义务、权益，天国的子民神的好处，哇，不在神以外，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一切。意思就是我这个人的生命愿不愿意让神选之王耶稣基督来掌管。主啊，你说了算，我跟就对了，我跟了，我做了，主，我负责回应，我负责顺服，我负责做。主啊，那个最后的分别就是像今天经文 RPG 一样，天国我们都进了吗？如果我们进了，什么叫做进了？进去而已吗？不只是进去，不只是听懂，我们要行得出来，很难，但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成为什么？简单讲，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我们属神的，我们不做黑暗中的事。因为牧师常常问青年人，我也提醒我自己，什么叫光明之子？主啊，你与我同在，你全知，你全能，你全知道，而且你全能的意思就是主啊，你要跟我们算账的，而不是主你全知，你全在，然后你拿我们没办法的。不是，当我们做的事情是四下无人，或者是我们暗中做的事，我们以为别人不知道的，神都知道。所以那些黑暗中我们怕人知道的，我们觉得羞耻的，或者是我们不敢让人家知道的，这个就不是光明之子。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知道神的天国是什么，我们愿意俯伏吗？俯伏在神的面前，准备好我们的心，成为好心好的土，接受福音，然后让它长大发芽开花结果。没有错，稗子也会来掺一脚，
但最后那稗子是要枯干，被神抓掉丢掉的。神绝对有办法，因为神最后是要算账的。所以主说了算，这个我们不得不敬畏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天国对我来说像是什么？耶稣讲的比喻我们听得懂吗？听得进心了吗？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做了选择，我们就要负责哦。我们来听今天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是光明之子，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彼此要真诚相爱，活出圣洁的生命，让世界上的人闻到耶稣馨香之气。什么叫做馨香之气？怎么样子的影响力呢？在主里面合一，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主，你更知道我们真的是那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立志行善有得了我们，但主啊，我们常常行出来实在是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讲，甚至我们觉得很羞愧。主啊，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接受你天国，你的国已经降临，我们也是你天国的子民。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见证，我们要活出我们也是见证，更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跟随你，我们就要越来越像你，像神天国子民够资格。主，我们会软弱，但你应许我们认我们的罪。主，你要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你是恩赐的子。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活出天国子民的馨香之气，光明之子，是神所爱的。我们明天见。